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军哥，欢迎收看4月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了庆祝儿童节，市府教育局举办一系列节目，同时各小学嘛拢主办活动，学生度过一个轻松课程。上午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前往综合国小甲小朋友同乐，现场安排了侪古早味甲游戏，有学生向市长讨签名，展现了市长的个人气。台南市国小今仔日拢在庆祝儿童节，举办相关的庆祝活动。市长黄伟哲也特别来到综合国小，甲小朋友共同来佚佗，展现伊活泼的一面。会中市长也来演播地戏，骑野人业务，拍竹仔台顶。现场侪小朋友也拢热情的向市长讨签名，市长也算了非常的欢喜。那因为儿童节快到了，所以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但是我感觉现在他们就已经是主人翁了哈，所以我们要这个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要好好教育，但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希望说教育也要这个做好，防疫也要做好。那目前为止，很多国家都已经封城了哈，甚至大学、中学、小学都停课了，而唯独台湾等等少数几个国家，教育系统还要在正常运行，我们就要珍惜这个成果，也要好好努力维持下去。毕竟竞争是全球的竞争，当别人在休息的时候，当别人在家的时候、隔离的时候，我们还在学校学习，那我们就比别人更精进了一步。这点是我们要好好珍惜的。也希望说，不管是中央，不管地方，大家都一条心，把防疫工作给做好。那我们当然可以希望能够安然度过这一个非常可以说世界上都是一样，都是这一刻非常为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就是在为难，所以以前有老于子采衣于亲，老来子采衣于亲呢，这个是我们市长要采衣于小朋友，所以我们还是要演一出戏，既然要演就演像一点。这届综合国小特别以着复刻回忆我的年代为主题，准备了侪怀旧的物件，包括弹珠汽水、鸡蛋冰、电动等丰富的内容，也规划了跳格子、古早的干乐、摇摇车等好耍的物件，互囡仔来体验。校长表示，就是希望透过这届的机会，互现在的小朋友会使了解到因的家长少年时阵的佚佗物仔。今年儿童节我们刚好碰到武汉疫情啊，那我们就在思考说，其实我们不同世代的那个玩具啊，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可能很陌生。那我们就想说，用时光穿越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不同世代的一个玩具。那本来在想说，这样的效果不知道好不好，结果小朋友其实都很期待，那也效果出奇的好，尤其是像跳格子，还有一些他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然后我是觉得说，以前的玩具其实很简单，但是也很好玩哦。那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让小朋友除了现在的手机、平板之外，他们还有另外的选择这也让我们未来在设计小朋友的游戏区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一个思考。教育局表示，为了庆祝儿童节，以着儿童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也对4月份开始，包括邀请作家到学校来演讲，以及舞台剧的表演、甲学生绘本的演出等等，希望对儿童的角度来讲册、看戏剧，展现创意，丰富囡仔的生活。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全球延烧，第一线医护人员嘛面临愈来愈多挑战。为了感染医护人员的辛劳，台南一间在地餐饮集团上午特别赠送100杯现磨咖啡予辛劳病院，场面相当危险。在台南知名餐饮品牌执行总监刘天龙的亲自带领，包括企业经理甲店员，上午特别送来100杯现磨现煮的咖啡。亲自送予辛劳病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主要为了这段时间，医护人员抗疫防疫的辛苦。这些第一线的医务伙伴跟这些护理人员，他们承受到的压力跟很辛劳的工作，其实在看在我们这些厂商里面或者是品牌里面，有点心疼呐，因为他们是第一线面对这些挑战的人。
那我们能做的其实不多，其实是希望能创造一个相较好的环境，或者是帮他们做一些加油打气的动作。所以其实整个集团包括艺人馆跟安燕在，不管是在台中的诚心医院，在台南的这一次的新楼以及之前的新梅医院，我们都希望透过这样送爱心的活动，给我们第一线的所有的医护人员做一些加油打气的动作。因为我认为没有他们，其实这一次的防疫动作并不会做得这么成功。当然也很感谢政府说给了我们这么棒的一些指导，防疫中心给了一些方案，其实对我们来讲都创造很多其实在国际上有目共睹的成绩。那也是希望在台湾这个社会当中，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能够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那面对挑战，其实台湾人团结在一起，我们没有什么在怕的。为避免造成医护人员的困扰，地政医师就选伫急诊室的门口，由新楼病院行政副院长黄俊君来代表接收，并且地政感谢中。新楼病院来这感谢咱的艺人馆的爱 Coffee 这个品牌，今仔来这甲这辛苦的医护人员来个抵，阮会摕着这个温暖的这个咖啡，一个传达下去。有人互阮的医护人员伫这个抗疫的阶段，伊真正是足辛苦的，但是会甲这温暖的咖啡，比这较好的快乐，甲咱的这个温暖传达互咱的病人，互伊有哪会当较紧来恢复伊的健康，就是真感谢这个艺人馆这方面的善举。餐饮业者以实际行动，互医护人员鼓励加加油打气，而且每一杯嘛由店员自发性的写下感谢的小卡片，希望每一位摕着咖啡的医护人员，嘛会用个感受社会大众对因的感谢甲心意。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透过花草甲园艺会当互人疏解压力，特别伫这波武汉肺炎疫情当中，更需要保持好的心情来迎接以后的经济起飞。对此，市长王伟霆就大力向民众推荐买花花草草来布置家己的厝，嘛增加甲大自然的互动。台南是台湾重要的农产基地之一，伫种植物产当中，台南的兰花以及荷花生产的面积拢是全国第一。而且品质优良，受到消费者喜爱。但近来因为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拢受到冲击。市长王伟霆为了帮助花农行销，特别向大众推荐，在防疫时期爱多多生花弄草来疏解压力。台南大家都知道说是兰花王国，这个台南的兰花占台湾的1/2，台湾的兰花占世界的1/3，所以台南的兰花占世界的1/6。那除了兰花之外，我们还有洋桔梗，还有火鹤花，其实都是台湾第一。那台南有这么多美好的花卉，其实需要这个好朋友能够知道。看到这个，尤其春假防疫期间，春假到处走走逛逛看看，不管是祭拜祖先，或是放在房间里面欣赏，甚至在风景区里面观赏，其实都是非常怡情养性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够来这个欣赏台南的花，来采购台南的花，来这个甚至来种台南的花，我们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是非常适合的。台南作为花卉之都，是实至名归，一点都不超过。市长王伟霆另外呼吁，虽然现在可能无适合外出，但厝内底会当放一寡花蕊的盆栽，或者是多肉植物，不但当放松心情，维持正面的能量，等待疫情结束。迎接健康安全的未来。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因为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影响范围嘛愈来愈多，特别是消费者更惊出门用餐，所以市府主动协助店家来推动宅经济，向中央争取补助，来帮助业者伫5间外送平台上架，期待透过这款的政策创造生意。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来延烧，对经济影响也愈来愈大，互侪消费者拢无愿意到餐厅来用餐。市府也积极协助店家拓展新的通路，并推动宅经济，以降低疫情造成的影响。市长王伟霆也来宣布一个好消息，现在市府将全面补助5个外送平台的上架费，同时也甲大台南各商圈业者代表甲外送平台共同参与每盒外送平台的说明会。期待会使打造政府、消费者、业者三赢的局面。随着疫情越来越加温坦白讲，很多人对于这个到餐厅或者到饮食餐店去用餐，
往往都开始迟疑却步了。那相对的外送的这个机制越来越加强，但是因为外送对于商家来讲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负担，因为它需要上架费，还需要这个抽成哈。那对于消费者也需要一个付费，所以变成双边收费的这个情形，就导致这个成本是蛮高的。那经过台南市政府向中央反映，而且台南市政府要开始这个第一个要推出我们要补助这个外送平台的上架费的部分，那中央终于采纳，在明天开始就是4月1号开始要开始全面的补助，但是因为这个构想是台南市政府先开始的所以说我们台南市政府来率先宣布，就是包括全国2家全国性的这个大的外送平台，还有台南市3家台南市的这个 local 的外送平台，能够对于一些台南市的美食商家的一个上架费，我们就由中央来补助。那这个上限是1.5万元。那至于抽成的部分，还有消费者自付的部分这个我们还是先维持现状。那总之能够减低商家的负担，那减低这个增加这个外送的这个业务。一方面可以让民众维持这个消费习惯，一方面能够让商家把这个平常在内用的这个改为这个外送那所以说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的，对于商机的这个维持，以及对于这个民众的消费的权益，还有商家的这个确保，我们觉得其实都有正面的帮助。这届由着中央经济部补助全台湾11000间的餐饮业者上架外送平台。每一间补助上悬15000块。经发局表示，透过这届的说明会，提供有需求的店家甲平台业者来交流，嘛欢迎台南市的餐饮业者共同来加入。除了拓展新的商机，也共同来渡过这个难关。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听这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的往来正大出，农家区公所配合行销台南，除了要推广在地所生产的往来，公司嘛表示，只要卖出一箱，得捐100块作为多基老人的共产基金。而听这款的消息，真侪爱心的企业拢相当认同，集体认购了1100箱，希望帮助农民行销，嘛照顾到社会弱势。台南的往来深受到国内外民众喜爱。现在更是吸引到民间善心企业的注目，共同要来向农家区公所采购总共1100箱的往来，分送给各区的公所人员，希望会当慰劳大家防疫期间的辛苦。龙崎肖区长，还有六甲陈启荣区长，共同去拜访到咱南六企业董事长黄青山先生。黄青山先生听到讲这个活动。会当帮助小农，佮会当筹募这个老人共餐的经费，伊感觉这个活动真有意义，所以伊就订1100箱的往来，要来送予咱6甲区顶中寿会每一个会员一支，其他呢就要分送予咱台南市37区的区公所的同仁，为了因伫这届防疫期间。辛苦。而这次的认购行动，不只会当帮助到在地农民，区公所更是配合市府销售计划，只要每卖出一箱，就会捐献100块，作为区内大基金者共产基金，予农产销售，嘛会当充满爱心。我们纠集了至少5家以上的企业能够在每售出1箱的这个龙崎的凤梨的时候，
那价格是500块，那他们就会捐出100块，那来这个给龙旗提供给龙旗的供餐来使用。我们觉得其实现在已经卖出600多箱了，所以已经捐出了6万多块钱，那可以让我们这个地区山区的龙旗区的老人家，他在供餐的时候的负担就减轻很多。台南的农产品相当多元，现在嘛是往来上好食的时阵，欢迎社会大众拢会当买来品尝，不但会当食好食，嘛会当食健康。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医院转台失智症患者将近30万人，而且每天大约会增加1万人。所以，现代老年学研究所在首创艺术介入的课程，结合艺术研究所、职能治疗所甲台南市美术馆，来传来学生认识艺术介入对失智甲老大人所带来正面效益。成功大学的老年学研究所第2学期将要来开设一门新的课程——艺术介入老人甲失智。这课程除了是全台首创，白明市所长也是希望透过安尼的课程，让学生了解到艺术对老人甲失智者的帮助，同时未来也要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为册，让社会上更较侪人来了解。这个成大老年学研究所开创这个艺术介入老人跟失智这个课程是全国首创。好，我们这个老年所也是全国第一个老年学的研究所。那这门课是跨域的，很清楚它是跨域的，它不是只有医学，还有职能治疗，那么还有这个心理，还有这个艺术、表演艺术跟这个视觉艺术，那么等于是一个社会多角化的一个接触。那同时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我们像这样的课程其实台湾到处都有，比如说1堂课或者1个上午，我们是有系统性的整个学期把它教完。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老师可以把上课的内容好好把它写下来，这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教科书或者是参考书。我想这4点是这门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台南市立美术馆的馆长潘凡也担任了上课的老师。对美术馆来讲，安尼的合作除了落实美学宾馆以外，也希望未来会使甲现代有更加密切的合作。台南市美术馆向来强调一座全民的美术馆。希望更多的人其实活得健健康康的，但是如果一座美术馆只是期待健康人进来，或者是年轻人进来，那么我们很难善尽更大的社会角色。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很高兴成大老年所几次的沟通，我们马上一拍即合。那么我们希望将美术馆的实质的资源，包括空间、艺术作品，甚而共同来推动这一些研讨会，来进行我们的合作计划。那我想这个计划应该是全台湾美术馆跟大学的这一个医疗中心研究单位所推动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期待这个计划可以对未来台湾的高龄社会的一个面临看到一个更大的曙光，也就是说，我们面对老化的问题是以更健康的概念，那么来思考，而不是更多的照护的人员的投入。那我想，美术馆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更密切的跟成大来合作。台湾现在面对高龄化的社会，老人照护的议题也愈来愈受到重视。透过安尼的艺术课程，也会使予更较侪人了解到投入艺术的好处，鼓励更较侪老人进行艺术的活动。台南新闻广播采访报道。面对肺炎疫情，防疫工作的参照作战，特别是幼儿的地课难较歹，拢予老师爱更加顶真。其中，节门国小附设幼稚园的发挥创意，用教室所存的中空板制作成学生特定的假饭，予学生躺下喙暗食饭的时，会当加一点安心。来到节门国小附设幼稚园，会当看到学生所谓特定拢放上5彩假饭，甚至无够，也阁用纸板裁，相当特别。老师表示，就因为家长烦恼囡仔雄雄拍卡唱，或者是食饭的时饭粒仔喙烂乌白喷，较袂晓控制。为了解决卫生问题，嘛避免造成防疫缺口，所以幼稚园特别发挥卡书，用剩的假饭来制作。
唔免加开钱，就达到效果，互家长安心。这个想法呢，其实是刚好有一个家长，他说：“我的孩子呢，好像就是在学校用餐的时候啊，有感受到其他孩子会讲话，或是说打喷嚏啊，那他们就觉得，尤其在这个武汉肺炎的时候，他们特别敏感。然后他就说：那我是不是要把我的孩子带回去吃饭？那老师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想想，刚好有一天晚上呢，看到一个新闻说，中钢的员工餐厅他们是用透明的亚克力，我就想说，那我们学校有很多废弃的这种看板，我是不是可以拿来加以利用？那所以我们就一早就把它呢也拿来，我们3位老师就齐心的把它做成一种那种隔板。然后呢，就让孩子有一个独立的用餐空间，这样子，那减少一些口沫啦，或者是打喷嚏啊，这些传染的机会。对，家长看到我们这样的创举，他说：“老师你们好棒哦，还有 idea。”我就说：“是啊，因为家长有需求，我们老师呢就要帮忙解决问题，这样。”虽然这小小年纪，不过因面对疫情的做法，拢相当有概念，一定要给因一个赞。因为嘛，可是都会传染到别人，所以我们都用这个绑机，都不会传染到。因为飞沫会在人家的碗里面，所以这样子用隔板飞，如果人家讲话，飞沫就不会进来，比较卫生哈。对，看不到同学会觉得难过。不会，因为为了保护健康。也是要用隔板。有武汉肺炎传染的时候，要在家，不然啦上课会觉得很无聊。学校这款创业卡书嘛，欢喜甲其他学校来分享，大家共同为疫情把关。我们幼儿园那个小小的巧思，可以解决那个幼儿园的大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石门附幼的这么好的这个创意的举动，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幼儿园。那家庭里面如果有幼儿比较多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我们更希望在这个防疫的期间，如果大家有什么创新的好点子，大家可以分享出来，大家一起来用，那安全的度过我们这个艰困的防疫期。开学以后，为了幼儿健康，老师拢相当的认真要求，除了食饭、食点心以外，上课期间拢是全程挂吹安，不断宣导勤洗手，希望平安度过疫情的考验。台新闻管制和侨邦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2度到29度，白热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4月1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